哇！最近各大廠鋪天蓋地嘅龍蝦，好似整個 AI 界都喺忙緊。Hermes、OpenClaw 一齊出現，呢啲熱鬧背後其實透露咗一個好重要嘅趨勢。AI 嘅重心已經唔再係淨係諗點樣令模型答得更好啲，而係諗點樣令一個 agent 可以長期運作、累積記憶、沉澱技能，喺之後嘅任務入面識得一反啲累積出嚟用。簡單嚟講，未來 AI 嘅競爭力唔好淨係睇佢答得幾好，而係睇佢可唔可以長期累積、持續成長、可控制同可調用。我唔係話 prompt 唔重要，prompt 到今日都仍然係 AI 產品嘅基本功。但如果你回頭睇，其實成個行業嘅重心一路都喺變。最早大家重視 prompt， 因為當時最直接嘅問題係點樣令模型答得好啲。之後慢慢發現，淨係 prompt 唔夠，因為模型睇錯睇少一樣會出問題。所以大家開始重視 context， 再到而家連 context 都唔夠。因為就算俾咗正確資訊佢都可能喺複雜任務入面失控、走樣、亂寫記憶、亂做決策。所以而家再往前一步，重點已經唔再只係點答或者睇乜，而係成個系統點樣被設計，點樣令佢可以累積、可以調用、可以被約束、可以長期運作。呢三層變化背後， AI 產品正由生成答案走向組織智能，再到累積智能，再到可約束、可複利、可持續演化嘅系統智能。 Prompt 唔會消失，模型仍然重要，但佢哋已唔足以單獨構成壁壘。真正嘅分水嶺係邊個可以令 AI 記得正確嘅事，邊個可以令 AI 從經驗生出技能，邊個可以令 AI 喺複雜任務有邊界咁工作，邊個可以令整個系統隨住使用變得更識用戶、更識業務、更識方法。所以 Agent 嘅未來唔喺單輪回答，而喺長期累積，唔喺提示詞花招，而喺系統級 Intelligence Design。未來 AI 產品真正比拼嘅唔再係邊個更識生成，而係邊個更識累積沉澱，將能力真正跑成系統。模型決定起點，記憶、技能同工作流決定複利。